我哋食完早餐啦，嘿嘿嘿。用餐分兩邊啊，左右。我係有個堂嘅。好，食完個早餐出嚟，望下個海景先，你睇下幾舒服。琴日一場紅雨，洗淨晒啲地，空氣都清新。好，而家出太陽添。OK， 陣間9點半就開始研經。陣間12點鐘又喺返呢個 canteen 度食晏。我住就係都係呢一座嘅樓上啊，住2樓。我今日自己住晒個房，因為以敏病咗唔嚟到，冇人同我同房，我自己又 enjoy 晒。希望以敏早日康復啊！2樓呢度就係我噶啦，自己住晒成個房 ，very good。好，而家上去行下先，因為呢10點半再嚟呢度驗身。飯堂啊！呢度要小心落去啊！落雨啊，因為真係小心。好啦，食完之後上嚟行下先。唉，有陽光幾好。琴日都趕唔到班船，我自己搭3.9個班船，自己嚟到呢度，自己摸到呢度上頂，我覺得我都好靚，都唔會依靠人哋，一路沿途問下人哋呢個神學院點去㗎？咁啲人啲街坊又指引我條路啊，我又慢慢行咁啊，行到咯 ，OK 咯。係啊，人都係唔好太依賴人哋，自己真係做得到，自己做。感恩，我隻腳仲有力行。今年73，仲有半年又74啦，幾快脆嘅時間，覺得真係快。感謝主俾我一個好嘅身體，好嘅健康。係啦，我今生都無悔。係點解？我滿足晒，我人生已經係冇得彈啦，賺晒㗎啦，感恩有你啊！睇下我喺一個疑問啊，可唔可以喺個長租嚟住咧？嗬，如果係就好啦，唔使去咁遠地方啊，就喺呢度零收下，一個月嚟呢度1、2次都好啊。呢度就係圖書館嘅紀念室啦。OK 啊，望下先，OK 啦。好開心啊！尋求智慧啊！我而家就係要做呢樣嘢。因為我冇乜智慧，我人好蠢。我琴日真係自己一個人搭船上嚟，咁啊教友話：唔係就係話你識得嚟呢一度，你已經係一個唔蠢嘅人啦。多謝你啊！我真係叻啊！我都讚自己啊！自己諗下都要自己上嚟㗎啦。唔好叫人哋來嚟接我咯。好叻啊！你唔跟大隊搭嗰個船？唔係，因為我塞車，所以趕唔到班船。收尾我就搭次班船上嚟咯，自己上嚟 OK 啊。